没卖吗？5000。抵肉，肉唔啊，係唔會抵啊，要落啊。無頭唔錯，一等講嘅都係合法。一隻嘅係今年亞斜省首府板塔亞斜市本來用地契嘅市場，政府睇亞斜嘅發言用合法作為共同語言，嗰所睇多數發言其實嘅本來用地契，唔同嘅都會差唔多都係合法。喺印尼亞斜板內用一個市場呢，佢要向做生意嘅，但是路嘅行業咯，佢用來要向高官呢，改到路嘅行業，還有呢打造改到人來要向是做點嘅時間，如果來到也一間傳承嘅上推人嘅咖啡店，佢要向重潤嘅事。明天就是路來要向是做點嘛？那個做亞斜那個搬一個大，那個做亞斜路嘅是做點咯。老人客路係好亞咖啡嘅貼片面試，嗰種人客該關單論市場買來嘅做點，評論一杯咖啡，好好嘅享受是做點嘅悠閒時光。當日早晨店鋪爆滿嘅人，雖本條價無限次差，唔過也無限多個聽。好啦，我要鹽咩？個樣哦。條幣公，算啦，咩人家嗰啲亞斜啊，雙幣人家唔啲亞斜，要同年啊，要冇唔錯，南亞海燒也從濟南，意外也打開嘅亞斜嘅神秘面紗，日本人記得原來亞斜也有發現，海燒改變嘅亞斜，也改變嘅廣東人嘅生活。而喺吳國中，印尼亞斜嘅客式發言，也係南亞海燒嘅所在乎。海燒帶者為以提醒我嘅價位，海燒過後半年，一般都係台灣復交團體自己比災民重建嘅太愛村地度生活。這是什麼事情？那幾間快也做，那個快，也還沒做好。佢哋睇下縫片冇？縫片啊。縫片。十分縫片，啊，嘅質量也好。環境也好，你哪裡？你半夜等下馬浪，你紅雨嚟嘅時，你看到雨咋？唔上邊勝利。吳國忠本單開天起航做些勝利，海燒打者為店鋪所有嘅物品，唔過出案都好。海燒過後，亞斜當地嘅學校開始增加為中文也同課。亞斜喺乜嘅時節開始課本上有中文嘅啊？嗰只是冇海燒過後咯。啱啱我嘅時太開放嘅關東，中國嗰度人嚟讀中國人嚟嘅，但咩感覺到係嘛唔重要。海燒過後，該到外地嘅發言來到亞籍嘅聽書。本今年亞斜當地本單嘅排華情形有會改變，一下唔單止改建學中文，反而同今年原住民之間嘅競爭關係也有會改善。其實印尼人嘅人間，而且看到這個中國人嘅講法，或者佢嘅共同話，佢哋佢有人民做人看，對人這個有鐵意人家講，特別海燒過後，感覺到停止嘅過河咯，係嘛？停止嘅過河咯，你感覺到其他啲嘅這個中國嚟講，啊同年嚟講，幫忙嘅啲人多。今日我們也覺得人華人看了有特別不一樣，排華性不一樣。這個是為什麼？這個情況是很多華人，外國的華人進雅琪幫忙整理了，幫雅琪啦，像香港啊、台灣、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這裡啊，他們想法不一樣的。今年3月，台灣逢14歲，見證本亞斜省嘅試驗診所落成啟用。前日韓國有數期嘅青年志工來做被告夫婦，
也因為搞嘅係簡單嘅協議按摩，本民眾可為自家同事減強頭腦痛嘅情形。那第一個位置啊，就是在我們的頭頂這邊。Yang pertama yaitu bagian kepala bagian tengah. Bak ulia kan, kena bak tengah. 對中文翻做印尼話，再個翻做亞齊話，唔講語言唔同，翻譯再個翻譯。如係愛本綜合嘅老人家接觸到新嘅醫療保險信息，彌補在後從健康體之外嘅唔落敗。廖醫做他用他簡單嘅方式教他自己用班，從平常嘅生活式嘅東西啊，用班做運動啊，用班刮痧啊嗰啲事情。地方往兩邊刮。Seperti ini bagian yang paling merah kita. Pak Yaya, Bapak kan? Karena mereka penduduk di desa jarang mendapatkan informasi dan jarang sekali dari tempat lain yang pergi untuk melakukan seperti ini. Jadi mereka sangat senang dan sangat tertolong sekali. 大家要进那个区网，然后上面打这一组号码之后進去就可以看到 software 的連結。過去5年，喺亞齊推動 eMed 數位資訊科技計劃嘅台灣 NGO 團體，在後提供嘅每在面體需要嘅民生需求。係資訊教育，因為一定認為從幼來看，亞齊人體需要嘅係社會發展，資訊如係體教同世界連結的方式。那我們今年比較重要的重點是，你怎麼樣去培力當地的年輕人？當我們這些短期的志工回來以後，他們還可以在自己的社會繼續去推廣這種概念。世界各地大概700個非政府組織來到亞齊做救援同重建嘅工作，做得講為亞齊帶來嘅改大嘅改變。有人講南亞海嘯蘇從天嚴重嘅印尼亞齊睇不狠，唔過也睇好運，而得到嘅減減嘅為一般國際社會研討演出金額，總共64億美金。冇到5年，本海嘯打到夫妻馬家嘅板塔亞齊，國家嘅恢復嘅很進步嘅改道。結果去拜嘅時時冇按見要到天差好過來，人家個人參鄉下，然後坐摩托車，還是要係個按到 NGO 嘅人來天差，結果要按當家開天差咯，變到過來見到按用嘅，然後變到人參東西也按貴嘅，但係算美金來算啦。跟來小工都做咩按奇怪，我加上從以前按平均按單純嘅，因為見到小變到按參彩票。按呢塞車迄個。喺板塔亞齊市開運氣插貨店24年嘅梁先生，喺海嘯過後8年又回來整理店面重新開業。對於海嘯能過啊黑嘅時節嘅好光景，而係記憶個清楚。嘅時候按到外來人。好像其他因為嘅美國嘅地位啊，跟其他人來買東西係按公開啊，價錢冇問題，主要我要嘅東西，我要嘅貨啊，所以嗰度一方面嘅東西啊，我一出高價係嘛，多見那邊都催淚嘅就是貴嘅。家下嘅亞齊物價變貴嘅，連帶工資也增加嘅。增加的長途比海嘯之前多為2倍按多。平常的人大概20錢啦，現在要50錢。平常我們在這裡吃飯，但是一餐飯就5000等啦，3000哦，不是5000，現在要6000、7000、8000。喺台灣讀大學嘅劉妙生講，天然暑假過來嘅時節，看到故鄉按飯肉有嚇到嘅感覺。嘅時候發現很奇怪，算啦，海嘯過後應該唔該嘅經濟能力應該變過差嘅，特別做咩馬拉開個貴嘅店，但係後來發現嗰條店反而係安樂股。因為唔係做當地本地人嘅生意，做外國人嘅生意。喺亞齊公道咖啡店，入咗唔得冇公道一間有35年歷史嘅夾實阿爺，
辦塔亞赤嘅南美人如果考慮亞隻嘅是本地咖比。開銷之前，亞隻嘅含係持有亞赤運動反抗軍同政府軍數量時代下談判嘅素材。開銷過後，當地嘅反抗軍同政府簽下嘅和平協議，結束嘅為30年嘅動亂。冇改變嘅係，亞隻嘅強用人客改道，行政加倍改道對外地來嘅人客。Sebelum tsunami juga sudah mulai ramai, tapi setelah tsunami ada meningkat sekitar 50% lagi. Hampir 70% orang luar. 老嘢團繁榮嘅現象，差唔多本年填養起嚟嘅下嘅開銷，形容嘅無錢嘅就太亞赤，一直到看到亞條本但唔屬於肉體嘅開銷為價，仲係亞條3層樓高5000噸重嘅發電船，唔正常嘅天體離碼頭5公里安遠嘅路線。也係開銷嘅下嘅本海浪大上岸嘅劇作之一，也係也變作為人客來釣嘅景點。新年嘅生意日26早晨8點27分嘅時間，也向發生嘅開銷，同一條嘅5船嘅大上嘅1層樓高安國嘅素材哦，都因為安國嘅時間呢叫為59個人，到一下新年人高起嘅一條船呢，係喺流體影響哦，因為用來見證嘅時間嘅開銷比例有一強大。別項和下輪發生開銷嘅時間，大下都為一地紀念碑，下尾係一條5船嘅9年事蹟。一條5船嘅船頭行作為一條觀賞用嘅鋪頭，因為亞隻嘅已經變做外國人客過來參觀嘅熱門素材。外國人、華人都要，而且外來除咗本地印尼人要劈雜飛過嚟一要。而且嗰啲來都來嘅停刊嘅就要鐵船發天船。其他開始做了就觀光啊，嘛意思，所以觀光所以佢開始大規模老太子個死害啊，所以我就來喺蘇南尼以後搬亞赤當太流，最太流當然係見到印尼政府之間嘅問題，所以得到解決啊，聽一下所以開始亞赤老太子個開始做生意。因為開銷，亞赤變作為世界注意嘅焦點。談論重建工廠，來到亞隻嘅外國人，也為亞赤帶來前所未有嘅人潮同錢潮。唔過明年年中，所有參與重建嘅 NGO 團體就會拆出，亞赤人從此就會開始加倍。佢點個辛苦啲個受成嚟做，係嘛？係用其他工作看咩工作咯？有可能喺建築方面，有可能啲問題咯。如果係盲做咩，有可能啲問題咯。Kita untuk ke depan belum bisa prediksi, tapi kalau kita lihat ekonomi Aceh lebih bagus, saya rasa tidak berapa terjadi dampak。那接下来其實包括像它也許就不是只有重建的部分，它原來就是等於是真的是亞旗這邊他們要怎麼去發展。那這個發展，我覺得還是要靠他們自己。對，怎麼樣去努力？那我們這邊其實可以分享，我們這邊也許我們台灣的一些怎麼樣的一些 know how，那其他地方或許其他的國家的團隊也可以。那這個我覺得還是要透過可能原來這個整個原來國際參與跟國際合作的模式。開銷對亞赤來講係一場毀滅性嘅世紀大災難。我也變作為亞赤嘅傳記，新嘅機會為亞赤同世界傳奇嘅韓國法嘅統討。我談論外國人來嘅繁榮好光景，也談論一定嘅離開，都傳奇本淡平靜嘅日子。接下來也只有亞赤人可能自家嘅松樹，繼續延續亞古改變嘅力量，讓做得打造出一定新高度盼望嘅亞赤新世界。